香港夏天熱日辣又落雨，想帶全家去避暑親親大自然，去邊度好呢？以太旅行社今個暑假帶你直航出發，去平均只有22度嘅青海，過一個8天夏日深度假期。今次行程真正係期間限定啊！我哋撞正7、8月最美嘅季節，帶你睇震撼全網嘅門戶百里油菜花海，襯托埋遠處嘅雪山，簡直係人間仙境啊！仲有超神奇嘅生態奇觀，成千上萬嘅黃魚逆流回游，帶小朋友嚟睇就最啱啦！今團最大嘅亮點係我哋重點安排入住沙漠孤獨星際系列酒店網紅星空度假村。你可以揀 U 團嘅拱頂星空房，夜晚瞓喺床上，透過透明天幕睇滿天星河；或者揀正團嘅小木屋別墅，體驗極致嘅大漠野外奢華，一家大細一定玩到唔捨得走啊！美景當然仲有好多啦，包括有小瑞士之稱嘅卓爾山，放眼望去，全部都係連綿嘅綠色山丘，層次感爆棚。你喺觀景台仲可以360度飽覽祁連山嘅壯麗風光，即係好似入咗童話世界咁啊！超震撼嘅315U 型公路，一條大路直衝天際，兩邊係無邊無際嘅光芒。世界唯一嘅水上雅丹地質公園，無數座經歷風沙洗禮嘅土丘，好似巨型艦隊咁浮喺碧藍嘅湖水上面。仲有大柴丹翡翠湖，好似散落人間嘅綠寶石。同埋不枉此生必去，好似塊大鏡咁嘅天空之鏡查卡鹽湖，置身其中真係分唔清邊度係天邊度係地啊！最啱打卡啦，張相上映出嚟都係拍緊大片咁啊！玩得開心，緊要食得地道。行程包括祁連手抓羊肉、翡翠宴、藏王宴。我哋直航西寧，而泰星海直航8天團，暑假只辦3團，7月14、7月28、8月25號出發。名額有限，即刻聯絡我哋報名啦！